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 Q 妹哦，下礼拜要过节了，阿 Q 妹第一篇先祝福大家半夜班快乐。故说好，半夜班唔单枪啊，演可能没会演一天做嘛看咯，因为大家起重强哈，可能会配牛一下，也系讲说一下油啊，也系讲说一下热饼啊，讲一个结果好了，可能呀热量没增加当多哦。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饼嘅后面是意外，还爱来同大家分享用嘅是掌握空间哦。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节目地度有请到嘅来宾，先来分享专业嘅营养师依林老师分享。大家好，我是营养师王依林。那今日请欢喜来了，大家讲讲，半夜班用的是热饼，让唔会变太口变贵。冇错，要懂葱油哦。所以今日依林老师来同大家来分享以外，那我还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嘅系呀健身饼店 TC 推嘅传言哦，分享方婷分享。大家好，我是健身饼行第4代的吴芳婷。好，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今日节目一开始吼，先来讲一个较轻松的话题吼，因为大家都会过节咩，古时候过节都会食到呀热饼的部分。大家有较中医生那条热饼冇？先问依林老师吼，依林老师是怎样嘅营养师？会不会营养师其实没在吃月饼？我啦，要吃月饼啦。其实嗲青豆月饼都挺好食。较细的时间啊，较好食巧克力啊，零食类的，比较特别，像水果做的，该种的。不过有一点年纪，也还是会去到传统的该种的传统的该豆沙，莫是讲讲莲蓉，该莲子做的该。麻青米西麻青好咸。对，郭硕老师喜欢吃豆沙，也还讲莲蓉之类的。那冯挺气感呢？我自己本身最喜欢吃的还是猪油饼。猪油饼，对哦呀，这个是有啦传统，有啦客家，对，很客家。对，因为像爱气感，阿 Q 问爱从细到大，半夜班就青好食蛋黄酥。我好喜欢吃咸蛋黄哦，咸蛋黄包嘛该都做的，也就会爱青好食嘅热饼。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各式各样嘅热饼。一开始就是来一个严肃的话题了。一般从街上看到嘅热饼有懂得，比如讲像六条蓬啊、芋头酥啊、凤梨酥啊，甚至冰淇淋饼啊，也还有新的雪饼，对不对？还有奶黄酥、蛋黄酥、莲蓉饼，还有个叫做五仁月饼。五仁迄买较传统的一个口味啦哈，里边都有包肉，还有火锅的迄剔头哈，所以它内馅的热量较油，所以你食一后来讲，你五仁的月饼的热量是提高的。故说呀，他就来同大家来排序哈，一后只有1口而已哦。我们用15公克做标准啦，一样15公克。最热量轻狗嘅系是第一名是五仁的月饼，第1名五仁月饼。过来是你讲的莲蓉，莲蓉。该热量替代的系冰淇淋。冰淇淋清代？嘿，冰淇淋较大哈，要冰淇淋底部都会油无按多啊，因为基底度就是冰淇淋而已。冰淇淋虽然一般热量很高，是因为我们可能都吃一大碗，但是冰到热饼底度就一滴滴的停停。因为你讲的了条内馅哈，像豆沙啦，莫是讲莲蓉啦哈，你讲的白豆沙、恐龙嘛嘿，你了内馅一定要搅到油落去，莫搅到油落去，它口感莫按滑顺，是会粉就会有一些那个呛到，太早，是莫按后先哈，所以了条内馅不用到油落去啦哈，所以反而会讲它热量会比该冰淇淋的较那高。哇，那所以那像是凤梨酥凤梨酥，然后芋头酥的热量没按高，没有那么高哈。所以你看到的五仁呐哈，那种的蛋黄酥哈，奶黄酥哈，那种的热量会反而比较高一点。热量会较大的喂，不少可能现在还有一种是凤凰酥，凤梨酥有加乱放到底度，可能热量会较高的喂。你讲凤梨酥，它底部都会内馅会较甜啦，那其他其实嘛系糖老酒嘛。
要变较多，所以你讲新嘅变用为变太口是因为咧都油老糖变太多。其实今日也系同大家来分享讲，你吃的那道东西，亚道东西跟热量有几多，你自己会算一下的哦。迄假使讲伊今日吃的5仁月饼，跟你按部条可能就会设下少的位，自己做这个取舍的概念，对不对？就都会做青苔炸，像你大部分的。港式月饼，就都要做青苔炸。你一撒些炸是太多比2碗饭还那热量还那高哈。所以青豆，你是讲切4等份、8等份哈，和大家看下先哈，大家一起赏月时间来先哈，按也是它度好哦，还要小心注意一下，对不对？不过吼，讲起这个严肃的话题，再个转过来较轻松的话题，刚刚方婷有同大家来分享，自家青好食嘅就系煮油饼。不过我印象当中嘅煮油饼系大饼，对不对？对。它其实是比较传统客家人在结婚喜庆的时候会用的喜饼，对。然后因为以前客家人，大家印象中可能就比较节省啊，然后但是以前古早的时代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对，我也很省啊，就是一定要讲，就是生活没有过得那么富裕，但是呢，当他们在办喜庆喜事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会把最好的，譬如说甜的，然后猪肉啊，做成一个大的喜饼，然后送给就是来参加喜宴的亲朋好友这样子。对，不过呀哈，有做因为都像头前有冰的黑是小型的，比较可爱的，拿素红给没黑小，比较看起来小巧可爱。对，韩国就懂得一下。它就是我们后来就是为了因应现在的人，他吃东西没有量那么多。对，要先试吃看看。我听你讲啊，好，就是它一次摄取量不会那么多，所以它这样子是比较好保存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后来制作的方式有减少油跟糖，所以它跟以往吃起来的饼不会让你想象中不会让你觉得太油，好好吃哦。虽然知道猪油饼这真的是平常就不要太常吃啊，因为它可能真给人让它高，不过有上是勾结的时间，所以它就会知道哦，好幸福哦，那个咬下去有个含有一些甜甜，还有个香葱有个米心，对，像我们里面的馅料，它是有冬瓜糖，猪板油，然后还有红葱头酥，然后芝麻跟麦芽，对，然后和成馅以后，然后再就是沾上外层，再撒上芝麻进去烤。对，然后我们比较特别的是会烤的比较酥一点，希望把里面的油逼出来。啊，真嘅，我跟他抽个时间，我有吃到个猪油的香味，刚好嘴巴里面就是吃到一块猪油，但是我完全不会吃到那个，因为佢那部有配到酥酥的感觉，其他个油有就是透过那个皮有融到皮里面，然后再渗透出来的感觉，吃起来有一些脆脆的口感，跟里面那个冬瓜糖跟猪油泡的感觉是很搭在一起的，对，大家都脆脆的感觉，所以吃起来的口感其实很有层次。不过其实像按用低度冰猪油按用嘅东西，可能大家都懂接受过。不过谈讲人家就冰嘅猪油冇乜嘅香用哦。我们用了它其实不是猪油，它是黑毛猪的皮农。皮农，对，那个不是皮哦，是中间那个白色的地方，它是在皮的下层跟肉的上层那一层油脂，对，然后它是比较厚的那一块，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会就是把上层的毛先清理干净，因为一来的时候是一大块的那一种，对，然后在下面的筋也要处理干净以后，然后把它切成丁状，对，洗干净切成丁状以后，然后再和入料里面。切架包落去，对，因为俺老豆黑老鸡就是猪油泡的概念，先老油炸出来以后，再把猪油的渣放进去饼里面。我以为是这样子，其实不是，它是新鲜的猪油，它没有经过炸的这一道程序。
古手完全黑因为要配一个高场低度，让它的那个油全部跑出来，然后让它的猪油也变得很有它的口感，对不对？而且它加上它就不会有猪的那个骚味，对，也懂葱油给出手给米西。不过虽然刚刚讲的按豆这样油丝，大家会不会听起来觉得好可怕哦，又会变皮？不过其实今天要帮猪油稍微做一下平反，那个东西其实都做得是，但是不要过量。但是猪油也没有这么的不好，对不对？其实我们讲的动物性油脂到植物性油脂哈，两种的油，你对你的健康都挺重要哈。你讲的猪油、猪背肚油，然后我们叫饱和脂肪嘛，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较多的时间哈，你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比较多的负担哈。你心油哈是不是吸多了饱和脂肪哈？所以大家挑从的糖豆讲，你莫去按多饱和脂肪哈。是因为我们的食物来源是油哈，你够让开够吸是会可能挺多，所以我们会建议讲，你要烹调，莫是讲你烹调少用油，莫是用植物油哈，莫是的坚果哈，然后来做一个平衡哈。你的油底部都有饱和脂肪，含有单元不饱和脂肪，含有多元不饱和脂肪，那3种都很重要。3种可以跟大家稍微举例一下嘛？像饱和脂肪就是动物油嘛，你是猪油哈，奶油底部都马油哈，还你是的该橄榄油，橄榄油就是也是它是单元不饱和脂肪，和你是的副茶油嘛，副茶油也是单元不饱和哈，你是的沙拉油、葵花油是多元不饱和较多。其实每一种油脂底部度全部都有饱和、单元不饱和，然后多元不饱和。你现在猪油底部度3种油全部都有哈，不过给它饱和是较多嘿，你植物油是多元不饱和较多嘿，你头我讲的橄榄油，然后副茶油是单元不饱和较多哈，所以这种3种的哈，最好摄取是1比1比1。1比1就按也是对你的身体的需求是会比较接近啦哈，所以你是按多猪油的时间哈，是变成你让会是在吹你所以先较少的，莫是按多油的，按多贵的猪肉哈。妈做的些海鲜哈，含的其他饱和脂肪膜按多的一个动物性的一个食物。对，冇错。古时候今日节目当中，唔係教大家，乜嘅唔是係教大家用顏色掌握聰明吃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嚟講。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好用嘅真正嘅生熱餅吼，做得食到空氣啊，韓國又食到動漫酒，唔會食到熱鹽，而咩強用鹽哦。剛剛又同大家來分享到一條呀油類嘅部分，唔過吼呀做熱餅啊，其實冇咁簡單，同樣有一個過程嘅，頭擺從來忙是糖糕叫做回油。這個步驟黑奶頭白沒有聽過的，這個步驟是什麼功用呢？它其實是比較常出現在廣式月餅上，因為它廣式月餅的餅皮，它需要就是跟油脂混合。對，有一些看起來有點油亮，有點濕的感覺。就是因為餅剛烤出來的時候，它其實是比較乾燥哦，對，酥。對，所以就是我也要常跟客人說，就是其實餅它新鮮的話是比較酥的，比較乾，然後其實像餅放久了，它才會變比較軟，比較濕，所以要導正一下這個。所以這個回油的步驟差不多會不用幾久誒？大概2-3天。哦，會不用到2-3日。哦，它就是在放置的過程當中，它的油會出來以後，然後會跟餅皮跟餡料融合，然後吃起來的口感就會是更好的，比較濕潤的口感。對。哦，原來係咁呢。不過其實像呀油啊，有的人就會講係講餅底度有食到這個油好味，其實那是
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就是一年这样生100这么珍贵的月饼，然后还知道油耗味，那个心情就懂唔好。到底为什么月饼会有这样子的油耗味呢？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可能有亚的原因。第一类可能是保存嘅条件不好，因为我们油轻讲光跟热接触空气哈。然后照光时间长，那些油脂都很容易变质，所以含有那些保存条件不好，是讲湿气比较重，其有水走落去嘛，会容易变坏的一个原因。油耗味。韩国接下来第二个可能就是制作过程，要讲其底度包嘅东西有问题。那像是冯婷呀，有嘅饼店，用来避免这样子的问题出来呢？像我们在选原料的时候，都是尽量选就是卫生条件比较好的厂商，然后我们都会自己亲自去看。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选料当然是以新鲜为主。像最重要的就是红葱头的部分。对，其实吃猪油饼的时候，它红葱头的味道是占得很重的。那如果我们不是用新鲜自己现炸的，其实客人一吃，那个差别就会出来。连安阳都这么讲究，就是连红葱头，因为甚至外面当然有些很讲究，但是甚至外面其实有那种直接用现成的，有现成的。对，不过气嘎来粥，大烘就会气嘎粥，其实就是很花时间呐。对，但是其实你吃下去的那种感觉、口味，客人是很明显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对，如果你是放的比较久，或者是你不是现炸就直接和进去了，它吃起来是真的就是会有油耗的味道。要去讲可能咩迄因为啊，你不用太久诶。对，不用太久就很有接触空气，空气里面也有湿气哈。而你要用饼然后久哈，底部度如果它的那个水活性比较低，是真的不用太久哈。你接触到有湿气，其实放的时间是没有办法那么久。鼓手，你看哦，人家一年这样生100个月饼啊，听说会好好的慎选吼，食到新鲜气气嘅，掌握食到空间，食起来没掌握蛮久。不过除太呀，基本一个工作专业嘅部分就会拿出呀，共生农民啦，会同大家来分享，生来呀，月饼要用的来保存长好呢，到底怎么样保存才可以让这个月饼保持呀给密稀？对，我们请方婷先跟大家分享好了。像我们家自己建议客人的时候，像猪油饼的部分，它是因为已经烤得够干了，像老师说它的水分没有含量太多，所以呢，它其实室温保存，不要照到太阳，就是可以保存大概1个礼拜到10天左右。有包装的状态，对，没有拆封的，对，对。然后像如果现在的人吃的不多，然后但是一次收到太多的月饼的话，就会建议客人放在冷冻。冷冻，对，因为其实，在室温的保存状况下，它就是还是有温度跟湿气嘛。但是冷藏，有些客人会说，那我放冷藏可以吗？其实冷藏的条件没有像冷冻那么好，因为它其实还是温度没有到抑制那个细菌生成的，而且那个饼皮，因为饼皮是淀粉，淀粉放冷藏它会变老化。它反而变硬就安尼现在翻狼头是变狼头，糟，哎呦，所以有点口感不好的问题。对，因为比如像是面包，其实很多人也不建议放冷藏，一定要放冷冻，然后再回温，或是再烤过，经过烤箱。那像是月饼呢？方婷同他来分享一下，迄讲月饼不用都冷冻我要怎么样回温才可以保留这月饼尽量原本的味道？像我们就会跟客人说，你放冷冻以后，你要吃的前一天，可能拿1、2个出来，放在室温，然后就让它慢慢自己回温。当然也是有一些月饼它是可以回烤，或者是用微波炉或蒸过是没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家的饼是已经烤得够干，所以它就是只要放在室温让它回温，这样就可以了。如果黑狗泡一个可能就怎么变酥皮了？对，可是油没放那么多啦，再回烤是会变康昂。对，那因为我们也希望吃莫西安多油，选择比较热量低一点、健康一点的。对，做的用透嘅方式，做的先人起家爱食嘅月饼嘅种类，古早下下来会同大家来分享，应该是
比较健康一点的这个月饼的种类，而且糖供也黑讨厌人青好色的月饼哦。我其实眼里没有另外忙生中秋节半夜半色锅按用给地瓜饼。对，地瓜饼它其实有一个比较传统名字叫月光饼。哦，它就是月光饼。对。哦，原来就是它。是，很代表中秋节。对，就是中秋节还蛮多人会找这种饼来吃。然后它比较传统，像我们家的做法是单层的皮。然后里面的馅就没有再多加糖，但是没有再加糖，就是地瓜本身的味道。对，然后但是就是像老师说的，一定会加少许的油，因为它这样子还是会比较好成型。对，但是其他的添加物是没有放的。好好吃哦，而且真给像方婷讲的，感觉皮会吃起来比较酥的感觉，不过它又不是像那种很多层的那种，对，是单层的，因为头白一chung有看过有很多层的那一种。对，就像地瓜饼，它其实有2种饼皮，就是有千层的皮跟像这种单层的。那因为千层它的制成方法其实就是加酥油去擀那个面皮，所以它的油脂的量会比较高。对，但是如果是你用单层的话，其实它油脂含量并不会那么高。对，然后吃起来也比较酥。对，而且糖供后呀，讨厌人色呀，地瓜饼生月光饼，我有糖的同事讲，也就到半夜班。个阿公听超爱买月光饼赚都不卡，对，真的是这样子，很多客人都会来找。哇，因为其实地瓜饼吃到它是有看到哦，对不对？比如说像是蛋黄酥好了，或者是凤梨酥，其实一般不用半夜班的时间，它都可能面包店可能就有卖耶。但是地瓜饼不是这么常见哎。对，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叫月光饼，所以中秋节的还蛮多客人会找，中秋节才有就对了。故说讲到呀，它天空的饼类，我们也请以琳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呀，第一度的料啊，包嘛个可能会较空间的喂。其实新鲜的食材做的都做得啦，哈。还你讲的油哈，你讲用新鲜的，不过猪油、莫是油的用植物油嘛做的哈。那这个都是可以选择的啦，哈。还是讲你讲，很多人都会减糖，是讲莫去按甜哈，所以它又冇能会加甜的，就只有地瓜本身的甜味，用食材的甜味哈。莫是讲你就是口味老几做莫按甜哈，嘛。一个好的选择哈，那后来公司讲，你其实好吃，这是我们吃新的饼，上的是豆也是一定要好吃嘛哈。另外要控制的叫做分量，没做唔得些，是讲你莫一下是全部是它哈，一下是挺多哈，你可以分次吃哈，一次吃一点哈，要对这样子的吃法是对我们的健康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这可以享受美味，又可以维持健康，对，嘛唔会太 Q 嘿。像爱吃咖嘅方式就会一点捏饼，蛋黄酥哦，很小的蛋黄酥我也这样做哦，虽然我冇懂切唔够，但是我还是有这样做，你会先来切细分，然后显色细分之一，色态以后觉得啊怎么办？还那懂像是再吃1/4，然后剩下那一半就会夹夹老给本体，也一个夹夹变到变小几度，我就明天再吃。我是看你不卡人全部都。就出的时间，你太敢穷下去，你是不会吃到2/4嘞。团圆才可以吃月饼，没有团圆的没有到期不能吃。按用个方式，可能就做的小口味，去甲控制一下自己。韩国啊，其实因为月饼爱健康色啦，可能还爱搭配其他的饮食。下一趟 Angel 来同大家来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综艺群阿 Q 妹。今日节目当中唔谈枪好，同大家来分享呀传统月饼嘅好味是因哦，还会同大家来分享用嘅色掌握空间，加下有讲到好用嘅套尽量对自家身体较好嘅月饼，因为有的天呢也得吃片嘅人可能要注意哦，要冇食到那条月饼，请以琳老师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
你看到的慢性肾脏疾病哈，因为给油脂膜按后哈，有的些东西吸到气没有办法排出哈，所以你讲的慢性肾脏疾病，豆类的一个食品，豆类的，所以你豆沙哈，你种豆沙做的含有绿豆，绿豆碰。白凤豆也算是嘛，白凤豆嘛，嘿，给它磷钾哈都比较高的哈，因为它们没办法排出哈，所以那种的馅料诶是毛线，像莲蓉就比较适合肾脏病患。莲蓉就不是豆类的，对，就稍微适合一点。或者是凤梨酥，对，那一样啦，就是分量控制哈。是它是的位，嘿，是痛到的时间，你的就是嘛冇发出然后给排出嘛，嘿就讲问题哈，所以一样要控制分量。好，还要糖尿病的病人哈，患者哈，是讲你一天的糖分总量摄取哈，按照自己的分量摄取。所以你是咧热病特别多的糖，要留意算落去，留意算落去哈。你如是热病，你爱饭哈，你是对。面包面，该就是要减，某些是总量要控制一整天的总量要控制哈，所以咧糖尿病的嘛系哈，含高胆固醇的哈，你做的选植物性的哈，某是讲你是就蛋黄素的哈，你莫全部是它所以你减半嘛做等哈，虽然讲你咧它饮食。胆固醇的限制已经取消上限了，不过已经是高血脂、高胆固醇的病人，我们还是会建议他吃的分量还是要控制，要控制一下。韩国出体，刚刚讲的有天气偏的人可能要注意一下饮用。其实一般民众黑咖是讲，气咖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热量的话，你适度的，你汉办其他东西，可能人家给鹌鹑、给饭啊，就会是它适度的。像这样子的饮食的均衡，老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样的材料哈，全都是淀粉、老酒、老糖哈，所以你先给变了之后哈，你都已经摄取的哈，那你在其他餐是某些就是不要重复摄取了哈。含量饭啊，好划不来哦，硬食你变食按丢了呗，结果硬个翻几版那种唔得食。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所以分量很重要啦，你是唔好讲你是日炸，你是日炸，你是痛多你要是饭又要是热饼，你是各减半，全部都减半，好，那你是2个都吃得到啦哈，你热饼特别多嘛就油哈，所以你其他食物的一个摄取都是。多选那种蒸煮、烤、卤、炖，好，那种不是另外用另外烹调用油抹用的哈，那种的烹调方式是比较适合哈，海鲜用是去鲜较粗的粗用哈，我是性的哈，那种的脂肪含量都比较低哈，你要青菜哈，植物性蛋白质要另外再补充你要马上一些都有营养均衡哈。那水果香菜嘛一些哈，不过你一些热病特别多青豆糖，哈，你水果特别多嘛青豆糖，对，所以你嘛还也是要做抉择。所以其实连水果咩尽量唔是按度，就是或者是你。挑纤维高哈，比较不甜的，比较不甜。你吃的像芭乐哈，我是你吃的苹果哈，完蛋了，我不是很喜欢吃芭乐，纤维比较高的哈，然后去做搭配。古种按用嘅方式，你就做的又做的是热饼，韩国又做的是饭，所以两个量要做一个取舍。韩国要糖分嘅部分也牵扯到饮料咯，因为懂得人生热饼就会想要来帮一下饮料啊，因为热饼有的会它糟啊、干干的，就想要来帮一下生嘞。饮料的建议。冇参同诶，这个是最大指标、最大原则。最大原则。对，那我这边会推荐一个是讲，你是做的用山楂鲜楂捞洛神花去煮那个鲜楂茶，不能加糖哦，很酸，但是不可以加甘草。甘草，你迪化街模式有的强臭点就
甜菊叶，甜菊叶，马起来注水，马起来甜甜的米丝，可以放1-2片啦哈，按也是会甜甜酸酸。有好豆哎呢，虽然呀山楂跟那个洛神是起来都酸酸，但是可以用这个方式甘草跟甜菊叶，要用这种就都得拿来代替。如果都找不到，就一种糖，果寡糖。果寡糖，果寡糖也是比较天然的甜味哈。那它是等于像纤维一样，它不会消发，比较不会有那个影响血糖的问题。哇，古手按用给丰盛，就做的又深夜饼又搭配这个没有甜的饮料，就做的吃到它空间哦。不过吼，基本也出台同大家来分享一的东西，因为夜饼的后面是没冻葱油，刚好有分享到呀这个猪油饼啊，还有地瓜饼啊，接下来还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就是白凤豆的月饼。白凤豆一吃起来就是很绵密的感觉，对不对？它是用很特别，跟平常的绿豆饼不一样，它是用白凤豆的豆沙去做的。跟 Samo 看起来就是整个就是白色的，看起来像面粉一样很细致的。它吃起来口感会比绿豆再更细致一点。因为其实那个白凤豆的它的那个荚是比较硬的，然后把荚去掉以后，把它磨成沙。对，就是另外也没有再多添加糖。这也是它本来就甜味，对，然后再加一点点油，其实就可以了。那它本来米丝就已经有甜的呢，本来就蛮甜的。对，其实，在皮的制作过程里面就会有放一点砂糖，对，然后它的味道就会有出来。而且它 No Boy 是做那个层次的感觉，就会吃到好像是挑着做变化，因为像白凤豆皮。笨蛋是不是有东西？笨蛋就会甜味，但是你 No Boy 多做了一点层次，它的口感就有不一样的变化。对，因为它的馅就是比较清淡一点，但是如果加上千层的话，口味就会比较丰富。古手做法全部就会去甲吃过，去甲来调皮来打皮出推呀，因为这个食材的把关都很重要，因为你看你要得要做按多种模用给口味，那量也很多，像你要得买个食材要用的来请怎么来把关。像我爸爸从以前就跟我说，其实食材是最重要，因为我们没办法自己去生产，譬如说做猪油饼，我们不可能去养猪，对，所以一定会有原料的厂商。那我们在选原料的厂商的时候，都会自己到厂商的工厂去看过它的卫生环境，先从看对，然后如果我们觉得它的卫生环境是 OK， 然后政府也有把关过的，就是才会选用。对，然后当然尽量就是食材，譬如说先进先出。所以就是以新鲜，对，清奇嘅先来做就错嘅。古说出题呀，放庭去甲来同大家来分享家务卡嘅经验以外，也没有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买月饼嘅时节啦，要注意按度嘛，该请依林老师同大家分享。你看到的两月饼哈，其实是讲。即时做的，我不用长久嘛，哈，给它保存的日期哈，你也看哈，比如说它已经快到有效期限了，可能你也是不用较久的，你是尽量不要选，因为油脂放久哈是比较容易氧化，就像那个油耗味也比较容易嘿，那要看它保存的条件啦哈，如果是一加就加薄厚厚的哈，比较能够隔绝湿气跟空气哈，那种的一个保存方式是会较好哈，所以给它包装。就完整哈，然后是看给它成分标示哈，那就得会有包装袋给会下给它成分哈，你是做的限购哪一些你某项会去到的哈，像有的素食的哈，是在的其实会用到酥油或白油哈，或者是氢化植物油，那种的底部都有反式脂肪哈，你是尽量就不要选这一种的哈，所以它成分嘛看一下哈，你就得是讲。可能你附近面包店做的哈，就某包装还没有标示哈。不过你是给哪里出产的哈，这样按眼你会比较安心一点啦哈。是讲给它原料那些你要去问，你要追溯哈，你就提防后请哈，就等于会都该市场，莫是太市场是会讲就得半夜节来将来的哈卖月饼的哈，还你要得。
月饼迄咱做的哈，可能是较深嘿唔低深度的哈，那尽量就唔好去买那种散装的。还有一个是食品业者的登录字号，方婷七嘎不卡黑有登录字号的。对，像现在卫生局，然后在上面是。卫福部上面都是食品业者，对，是规定要去上去登录哈，你登录就会有一个字号。对，那有的会放在包装盒，有的不会哈。那你上去卫福部网站，其实都其实都做得查得到。不过其实了解到也有事情韩国汉版买月饼的时间啦，注意到按钮就做在说动空间哦。神梦依林老师也神梦方婷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每祝福大家半夜半快乐，休息一下，听下来听同一下。